哦，这个问题就大。做大书文啊，原来只要依照这些书的语言一点不错，所以做大书变啊，现在要知影讲书的语言是点啊不对，所以大家就不再追求，所以不再追求，最后用今晚在教中央的宽大慈悲的下必须讲。所以讲情万年，也这个这个高度，就做在世界各地万代之地，一下开始了。以上这不但是真实，但是还要不够伟大之美好，这个代志。因为我是这边。因为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一在家，当时文化建立佛宗地区商量不是，伊个来讲啊，就造成什么来讲？我过去10年啦，有两个菩萨从东方来，这个是从东方来，这个出家在家啦。这个出家者，这个在家，当时呢，来家学习，来家上课，建立了我上庄的宗旨，建立了宗旨，这些伊呢是足真正，把这足真正的法，充量了不是，是我这佛法的这个书记继续研究，继续用心，就是这样子。有做本书有个来讲，我完结去找人之一些方法，这两个人呢来到家，当时接触了佛了，就真正听法，听满意高兴的，写就是往生啊。红带并建立了我的总方啊，并将总方为过去所说的总方也总体改的方向，都在地上来重建起来了，修修复告是有，这两个人来讲，不但来弘法的，过来修治了修治了。充量不变成功，而且呢，足真真正，使我在想中呢，都做不到这样。书中文不能公开，书有做大书的中文呢，不能公开，这个一定还是开放，就是公开讲，这个情况是开放，书呢，从地方讲有休息，不能公开。有做大书，所有人民。一直演讲，这个是出家菩萨马祖回向书。马祖回向书呢，在中国建筑了境界重点，聪明不行，造就有事马祖回向书。所谓马祖就是庄严别表前规啦，将来能抓住。马祖来去就是，所有修人法发挥。我们别种想说，建立这句话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在这样，就是万物之师啊。这个在这样是万物之师，伊非常富有，天布施，这样做不了。伊做天布施的，伊将情况中公开方面，不是家己的啦，所以做天布施。所以这个是哪能好些？过去呢，让做完全接受，所以咱有时老在旁边呢，该过去的过去啊，过去可以让咱解决了，我过去让解决，咱老不了再看，不再看，咱需要我们
咱就开始。就是讲，这本是我不啦，你叫做开，是讲，我你了解了嘛，我就那个开到身体里面了，这样子。我们外国人啊，这个是很专业的，啊，这个用电影照片，好这个，啊，咱们来做东西，啊，迄开的特别个，我就当个特别是点开了，我没做这个开了，我没做这个，很基本，现在开始做这个做很多的，所以过去大难题的嘛，我最咱这不对了，不仅咱不最咱这不对了，人在天堂，他存在天堂，他就不会，他那个，他不能不先努力的，所以这个人呢，非常富裕，他赚钱多。讲的是呢，伊有对象中变得喜爱，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就是呢，一个对象中变得喜爱，所以形象是高大，所以形象是该修成的为家的东西，专家来开发，所以这修炼有人为家庭，我们的体验，我们的为家庭开，这个为家庭，这是这个也让专家的人在同一时间也讲同时，万专家的人用同一时间也讲有名声有做才书，所古典的菩萨是五叶成书，加微型小书，微型形象，因为他们在建立比较成功，顿表的功能，在建立比较精简的思所以就做在书功能的小书，然后是五叶成书，加微型小书因为这样的，以前的建立了经济成功的顿表功能，顿表的成绩，修建了经济的时代，这是我们一个特色。当然，今天这个理解啊，